笑，現在開始。好，翻嚟啦。咁我哋咧就講，即係話，我當然佢曾經同大家講過啦，即係你幾時嘅經濟增長最有利咧？就係你之前咧就亂 Q 咁生仔，係有突然之間咧就唔生仔，咁於是咧嗰班仔啊大咗就做嘢，就需要養好少仔，你知唔知啊？因為仔又冇，老人又冇，老人又冇，兩頭都冇。咁呢個就係過去30年出現嘅情況啊嘛，即係嗰個 pyramid 啊，population pyramid 係咁樣。係啦，因為毛澤東嗰時嘅嘢咧就亂生仔，咁你由7、8年後開始咧就唔準生仔，即係一孩化。咁呢30年一定發達嘅，即係咁樣係。即係最多嘅工作人口嘅，即係呢一個係。咁但係咧，你享受完到2020年40年後咧，咁就好大鑊啦，就要嗰啲仔咧一胎化嗰啲人咧，又開始生仔，於是咧就好 Q 大鑊，好少仔呢個國家。而中國咁大嘅國家咧，係冇辦法靠移民嚟去填補嗰個人口啊嘛。其實美國個經濟力點解增長，就靠西班牙裔嘅人不停流入，你知唔知啊？俄國咪大鑊啦，你睇見冇人入㗎，冇人入㗎。嗰啲國家老化，嗰啲國家係好 Q 大鑊，日本咪好大鑊啦，你睇住好大鑊㗎，呢一個係。咁點解中國唔可以引入移民呢？喂，首先第一，你個 basis 咁大13億，你能夠引入幾多移民咧？成個印度。第二咧，邊度生咁多人？邊度有咁多人咧？鄰近啲國家，日本又冇仔生，韓國又冇仔生，唯一多仔生嘅印度。印度好多嘅印籍中國人，印裔中國人，呢個變咗個炸彈。炸彈係啊！你冇理由叫啲印度人移民去西藏啊？咁啊真係大炸彈啊！你有冇咁嘅胸襟叫印度人移民過嚟先？你一係就印度人，一係就中東人，一係就非洲人，即係咁樣。所以我係想去領個非洲人翻嚟做仔嘅，呢一個係原理上就應該係咁嘅。係德國咧又係贏到個 productivity，就靠土耳其人裔輸入，你知唔知啊？冇錯。英國咧就係靠呢個West Indies 啊，嗰啲好多呢人。咁法國都仲有一紮，佢以前法國殖民地嗰啲係啦。如果嗰啲好限制人民移入嘅國家咧，係冇辦法增長啊，個人口幾乎係。但係俾得移民入嚟有文化衝突嘅問題咯。移民就變咗係同個移民文化衝突嘅問題咯，一個係變咗種族問題啊嘛，好容易變 Q 咗係即係咁樣。咁所以蕭生你講法就係嗱，如果即係以而家呢個走勢咧，就係嗰個會再嚟多可能10年8年嘅經濟即係最大嘅 boom 啦咁樣。咁好似經濟增長就會高速增長完，咁啊跟住人口又開始唔夠啦，工作人口亦開始老化啦，突然間，其實都呢個幾唔同嘅問題。咁再加上譬如即係嗰個如果 real income 啦，而家香港大陸係即係4000蚊美金左右啦人均，如果去到8000蚊咁樣，8000蚊發咗1萬蚊，而你咧嗰個公營機構嘅比重咧太強啦。嗰個 creativity 咧太過唔夠啦，個 efficiency 太過唔夠啦。你再進一步咧，個創新性，因為你對於資訊嗰啲限制咁犀利，嗰啲人民個創新性係受到限制啊嘛。即係呢一個係整體係非常難實施。係嘅，係。而嗰啲人咧，對大鑊咧就係而家同埋未來嗰7、8年嘅 expectation build up 好勁。我話俾你，啲國家咧死在永遠咧都係 build up 咗 expectation 好勁，然後咧都係佢捱唔住，佢開始改革。可以話俾你聽，一改革就反完㗎啦。係，呢個其實唔係喺最窮嗰刻反完嘅，啲國家係。啲國家永遠喺度改革㗎，就一開始佢只要一低頭開始改革咧，就反完㗎啦。即係清朝又開始改革，咪反完咯。法國大革命又開始改革咧，就反完㗎啦。咁唔係你，但係你唔改革，你最終都係要唔改革變咗好似北韓定緬甸咁啦。係啊，你唔改革，但係你如果佢一個有8000蚊至1萬蚊美金嘅，佢冇得唔改革嘅喎，其實係，因為佢哋嘅要求係好高㗎啦，其實，因為我譬如睇好多即係嗰啲社會學家啦，之前都有講啦，就通常去到5000至到1萬美金平均人均收入嘅話咧，啲人開始已經係有好多嘅要求嘅嘢，唔單只係譬如最基本嘅即係溫飽啊嗰啲嘅嘢。咁呢樣嘅嘢就係都會即係喺中大陸會出現喎。係唔淨止係咁啊，而且大陸咧即係等於呢一個 Egypt 咁，
佢咧係整咗好多大學生係一年咧600幾萬大學生，即係你20年之後咧整咗成億大學生出嚟，喂呢啲人係好 Q 難控制，我要話俾你，因為佢哋就諗住自己應該係揾好多錢噶嘛，揾好多錢。但係如果嗰個經濟高速增長一完嘅話咧，就會即刻民憤，即係好似香港80後一樣，因為你高速增長一完，嗰啲80後嘅怨憤梗係犀利㗎，必然係即係咁樣。尤其是喺港英最尾嗰幾年咧，就大幅咁樣增加呢個大學學位。咁就其實而家嘅嘢就係，即係而家就嗰時已經種落嚟㗎啦。即係我講嘅都唔係淨係共產黨嘅問題，係四小龍全部都有，以前都係有呢個問題。日本都有，日本亦都行過呢個問題。日本90年之後，你睇佢衰落得幾快，就係呢一個問題啊嘛。呢一個係去到咁咧，你又冇辦法sustain，而咧個政治上冇辦法適應得到。你除非一個高度創新，好似美國咁樣嘅經濟嚇，如果唔係咧，你就壓得唔到過去。你唔好個經濟唔夠創新。喺咁嘅情形之下咧，我就首先而家最近啲鬼佬咧就話大陸經濟會硬着陸，因為佢會宏觀調控。我話呢個係冇可能。今日我朋友同我講先，呢個冇可能。冇人有朱鎔基咁嘅魄力去宏觀調控。如果學朱鎔基咁宏觀調控咧，嗰度有聽日就掛咗啦。因為太多人作對，呢個係冇得可能。呢一個係只得扮宏觀調控。因為佢哋驚啊，即係睇住埃及，你而家宏觀調控即係實定仆街啦。即係而家嘅民憤咧咁犀利，佢一定係要繼續氹 Q 住啲人啊嘛。即係呢一個係冇路冇得選擇。呢幾年嚟講，結果但係到最後嚟講，個通脹 expectation 太高嗰刻，如果經濟增長唔到，就冇辦法唔瓜噶嘛。去到咁樣就，你到最後咧，你就唔調控都唔得啦。即係呢一個係，即係10年8年後就係呢一個冇辦法唔大力調控，因為呢個 expectation 咧表現咗個 expectation 個通脹 expectation。咁有咩解決嘅方法啊？招生冇，你覺得冇㗎，死路一條，死路嘅，即係一定係咁。我教佢嗰啲咧係沙拉，即係長遠嚟講嘅有效，但係即係而家要死咗先。即係我明知嘅，即係你當然係啦。你即係 open up 個 society 呢個咪長遠個 growth 個 sustain 咯，即係咁樣係資訊啊嗰啲嘢，咁你個經濟咪多好多動力咯。但係一開放傳媒瓜硬啦，即係呢一個係，即係呢一個。而家係呢啲係死局嚟噶嘛？你明知係咁而冇辦法，唔係咁噶嘛？你講。